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4号。這一期咱們聊一個商场經營戶之死。7月1號中午12點，在西安賽格國際購物中心，也就是西安赛格商场，一名該商场的經營戶叫嚴鵬，從樓上一躍而下，掉在商場的天井就那個小廣場上面，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以這麼極端的手段結束自己的生命，一下就上了熱搜，我看引起網友的熱議。西安的有關部門也馬上就發了一個情況通報，官方通報，網傳西安一商場發生人員墜樓，經核實情況屬實。2020年7月1日12時10分，一男子在賽格商場墜亡，墜樓者為賽格商場某商戶負責人。經公安部門現場勘查調查走訪，現已排除刑事案件，家屬安撫及善後工作正在有序推進。根據官方的說法，那感覺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一個高墜，那可能这個人是想不開，或者其他原因。總之排除了刑事案件。但是隨着這個死者的疑似一封朋友圈在網上流傳，一下把這個事情又上了一個高度，引起輿論的關注。首先西安賽格商场或者叫西安赛格國際中心，這個是在國內商圈是非常出名的，應該能排進前10。就好的時候，一年營業額那也是100多億，恐怕比這還多。好的時候，它是整個西北地區最大的單體商场。因為我去過，我在裡面吃過飯，它就在我印象中应該在什麼小寨路跟什麼路交叉路口，曾經十分熱鬧，是一個非常知名的商場。所以在這麼一個知名商場，它的經營戶從樓上跳下來，所以這引起了轟動，而且他的疑似他的朋友圈在網上流傳，所以我們一起看一看他的朋友圈都說了些什麼。這個商戶的名字叫嚴鵬，根據網上流傳，這個嚴鵬他應該是一個退伍的老兵，但是這都是網上說的，實際上他是什麼身份不重要，他就是一個退伍老兵，就在西安的商场，在赛格主要是經營這種運動品牌，代理運動品牌。在西安賽格有幾個店鋪，什麼地下1層有店鋪，2層還有5層，也就是他在賽格不是一個店鋪，有的店鋪做童裝運動的，有的是做是其他的品牌，總之他的店鋪不少。這個經營戶嚴鵬他就發了一個朋友圈，挺長，他說：“我們尊敬的西安賽格趙貴董事長，謝謝您給西安打造一個這樣精彩的商場，什麼謝謝您帶着賽格人給我們商戶廠家創造了一個這麼好的平台，讓我們在這裡發揮自己的能力和創造價值。謝謝你趙貴董事長，謝謝所有的賽格人的付出。”好，後面就是了，說趙貴董事長，麻煩你一下，還有一事，4年前，也就是2022年嘛，我們賽格的張揚及他的人，這個大概指的是賽格管理方商場的管理者，查到我們的員工在賣貨的時候，為了多做銷售，他們賣貨拆了商場的購物券，就是一個貨拆成了2個貨單賣了。那這中間貓膩我也不懂，多用了咱家商場的一張券，但我們還是有很多貨是正常賣的，但咱們商場不認，統統認為所有的購物券都要我們認。事後我了解了，員工確實是拆了一些券，但他們拆券的目的也就是想多賣點貨，而且商场管理者也是默許的，這個商場的員工都知道，也就是它是一個潛規則。我理解的是什麼意思？你拆券，商場不是搞活動嗎？那一次是赛格什麼周年店慶，那就你想这麼大的一個商場，他就要求他的經營戶都參與店慶活動。商場實際上是個平台，商場是引流，經營戶都是自己經營，但是商場會統一收款那之類的，經營戶和商場之間是這種關係，就像現在電商平台一樣，你在平台上開店，你在京東上開店，淘寶上開店，是差不多的一個意思。那為了店慶，那商場就搞什么，比如說滿1000这個可以用300的券，那有人比如說買了2000的東西，銷售就願意把他單子把2000拆成2個1000的，這樣你就能得2張券，或者是你是1600，他一張1000，你就能用300的券，那一張那個600再跟別人湊一下是吧？買點什麼東西或者別人來湊單，湊個1000來。
這就叫拆单。這種拆單组織，那從经营户来说，这种拆单是为了拉更多的人来买，是吧？但是对生产认为你侵犯了生产的权益，本来这个只用给300返300，结果给人家返这个600了。生产是要根据这个300、600这些返的东西给商家返点或者之类的补贴，那你就理解成，生产的就认为你这经营户你套取我生产的补貼，那就好比新能源汽車或者是國補那個什麼家電、冰箱這種國補，那很多人就套取國家的補貼，是一個邏輯。所以你想一通百通。所以從生產的角度來說，認為你這經營戶你這麼幹，實際上是套取我的補貼。好，這個經營戶嚴鵬他說這是個潛規則，就這意思。這個生產的員工都知道，也就是都這麼幹。但這個事我和我公司的任何幹部、任何人都絕對沒有說過一句讓他們這麼幹。真正的事實是我們也根本不知道底下有這麼個事，但是處罰結果很嚴重，一次性就處罰了我們1145.6萬，這個處罰夠狠的，一下罰款就罰了1100多萬。我們的貨款幾個月也不能結了，貨也就進不了，最後我只能認了，因為我們是真真實實真心的很愛咱賽格這麼好的生產，這麼好的平台，還有趙總您這麼好的人，趙總您在我們心裡真的太受我們敬重尊敬了。那時我們負一層的耐克360、新百倫、阿迪休閒，也就是他好多那個品牌，他在賽格裡面開了好多店，開業常常是樓層的銷售第一、第二、第三。5樓的耐克兒童一直從開業保持着樓層的第一。您給我們員工發了不少的鼓勵獎金，我們真的很感激您。我們真捨不得就這麼不受生產的處罰全被拆下來了，還想留下平台好好把生意做好，在無奈之下只能認了，也就是他接受了1100萬的那個處罰，他只能認了。為什麼？那他剛才原因說了，他的業績還不錯，應該利潤還不錯。你如果不認，給你打官司，我跑了，那他這生意就沒了。所以他就硬着頭皮把這認下來，就叫認罪認罰，打個引號。但是他這個事情確實對他的打擊太大，這個是現場管理和員工個人的事情。按照這個死者的說法，說經歷這個事情之後，他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趙總，這個事如果不能合理合法按國家法律法規解決，只是賽格一張口就一下罰我1145萬，我真的是一直無法接受，也接受不了。我們賽格也沒有這麼大的執法罰款權，這真不公道，我真的是想不通，心裡過不了這個坎兒。這事兒在我心裡一直壓着，多少次逼得我想死在賽格，難道賽格把人逼死才能解決這個事兒嗎？那我的理解，因為這個人已經死了，一個這麼小的一個經營戶，他是在賽格這麼大的商場裡面經營5、6家或者是好幾家運動品牌，這麼一個經營戶。那麼通過他寫的朋友圈，他跟商場之間主要是還為4年前一次促銷返券被人家處罰，懷疑他套補，就這意思，這是我理解的。當時他生意還可以，他就不想直接就鬧掰了，撕破臉不幹了，那損失的大，所以他就認下了這個罰款。但是認下之後，他表面認了，但是他心裡接受不了，為此壓抑，是吧？最後抑鬱，他要討個說法，他肯定是到處找人或者怎麼着的，或者是跟商場交涉，但是沒有用，你已經認罰了。那麼為什麼4年之後選擇這麼極端慘烈的方式，從賽格樓上往下一高墜？所以我們今天也來聊一聊這個事情。事發以後，有關部門立馬出來發了一個通報，剛才已經念了。賽格廣場官方他也發了一個情況說明，當然那個情況說明說得很長，我這就不介紹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這個一個商場經營戶之死，我個人分析應該是多方面原因。這個很多經常看咱們節目的網友也知道，像這種事情我一般不第一時間評論，為什麼？容易被別人帶節奏。那我一般什麼時候才開始評論？也就是叫雙方都出來充分表達了，或者是相對充分，也就是不是一方在說，另一方沒有聲音，那這種情況我就要小心，很容易翻車的。現在是雙方都出來說，原告也說了，被告也說了，官方也出來說了，那這個時候你再根據媒體，根據你的經驗，根據邏輯，你去分析才有價值，否則
對吧？這個沒法分析啊，很容易翻車，事後打臉。所以你看，賽格官方他發了一個情況公告，叫關於嚴先生不幸離世相關事宜情況公告。那首先是表示悲痛，那就解釋了那個就是嚴鹏所說的电信拆券那個事情來龍去脈。山產說，大家也知道那時候正好是口罩期間呢，2020年口罩期间，你說所有的山產都在賠錢，山產自己也在賠钱，他租金他得想办法的减免嘛，那时候不是提倡租金要減免嘛？那经营戶的更慘，这就沒忍，大家一起賠錢。山產內很多商戶經營承壓，門店虧損嚴重。那麼到了22年那時候，恐怕是西安疫情稍微放鬆一點的時候，這個山產以7周年店慶為契機，山產投入4.2億現金，就是山產拿錢出來搞促銷補貼。這是山產的說法，這是為了讓這個山產能帶動起來，讓經營戶減少虧損。從山產的角度來說，你想想山產就像那種國家有關部門一樣的，人家拿着錢來補貼，肯定不希望你去套取這個補貼，希望你拿真實的業績，你怎麼樣去用你的服務，用你的商品去服務好消費者，用這些性價比讓消費者願意來，我們山產再給補貼，雙方一起合力，而不是讓你把矛头对準山產，從山產的薅4個億。薅這個錢，那不就沒達到目的嗎？所以說，在搞這個活動之前，山產就制定了很多非常細的規則，就是防止別人套補。你要套補的話，就罰你。活動細則規則都說得很清楚，違約處置標準，而且一再明確要求嚴禁拆分訂單、套取電信券，實際上就是套取山產的補貼。而且這個相關規則由所有的商戶參與活動的商戶確認，對，你得確認參與商戶都必須遵守這個規則。那麼2021年4月份，這個賽格山產他就發現了公司，這公司叫利和公司，利和公司旗下有4家門店，都存在大量拆分訂單、套取電信券的行為，而且還違規使用電信券協助外地同品牌商戶低價拿貨，從中謀取私利。經核查後，後台核銷數據，活動規則規定每人每月僅可使用3張電信券，而其連續6個月均集中於該門店完成核銷，與該門店常規消費記錄不符。好了，其實我們不是做這個商場，我們也不是經營戶，所以他們這些規則，我們甚至連淘寶開店都沒開過，各個平台開，所以對這些規則咱們也不明白。總之，我看完這個就是經營戶嚴鵬，他的利和公司跟山產就為這個產生矛盾，當時罰了他1100萬，但是他也承認了，簽字了，錢也交了。山產人家也是根據約法3章是吧？跟着來的。當然了，至於山產這個約法3章有沒有法律效益？這個咱說不好，你只能去法院起訴。也就是說，簽協議、簽合同、簽遊戲規則的這雙方啊，如果你有爭議，那就去司法部門去，要麼仲裁，要麼起訴。這一般都是這樣的。山產方面還說，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也就是這6個月半年，利和公司旗下4家門店活動期間，經營數據較之前明顯大幅提升，累計銷售總額2600萬。涉及訂單38000單，平均客單價678元。結合我山產本次7周年店慶滿600減300元活動規則，該客單價精準貼近優惠門檻。也就是他從大數據上，他認為人家拆得很細，正好平均客單價就是670，而他們的活動就是滿600減300，大家高度懷疑你。要是如果真正的用戶來買，不至於這樣，那你這肯定是有預謀的套取山產的補貼。利和公司啊，核銷電信券693萬，其中違約套券金額是606萬。所以說，原違約金1155萬，在金額認定上已充分考量市場下行環境，對該商戶予以寬減。也就是按照當時的違約情況，罰他1150萬還是少的，已經給他酌情減了一部分。就這意思。山產說啊，2026年5月25日，嚴先生在山產翻越中庭護欄，意圖輕生，也就是5月份他就已经要高墜了。幸被现场工作人员與商戶及時救回。事發後，我山產了解到
利和公司近年来經營情況不佳，主營品牌受運動品牌類整體市場行情低迷影響，其布局在其他各大商場的門店長期持續虧損，銷售業績不及在賽格經營門店的一半，另背負大額債務，多重經營困境疊加，使其壓力過重，才發生本次險情。得知利和公司就當年違約金額認定存疑，我商場對此高度重視，立即全面復盤核查該商戶在2020年店慶期間的全部銷售數據，經複核完整核查數據顯示，其實際違約金額高於認定金額，他違約的實際上比他還要多，但是實際上對他少罰，就這意思。這是店家的，这是商場方面的解釋。雖事實已核查清楚，但我商場始終顧及多年合作情誼以及利和公司經營現狀，持續主動開展協商溝通。近1個多月，我方多次安排專人與該公司負責人面談，希望當面傾聽嚴先生本人訴求，共同尋求折中解決方案。但對方多次告知我方嚴先生身體不適，患有嚴重抑鬱症，已不再參與公司經營，未能實現當面溝通。就在悲劇發生前一日，也就是6月30號下午，雙方工作人員仍在商場洽談調解事宜。當日溝通已形成初步協商方向，只是說協商方向，這就是美國和伊朗之間的諒解備忘錄，還不是真實的協議，只是雙方意向。我們始終保持坦誠溝通的態度，從未回避商戶訴求，一直積極尋求兼顧雙方權益的化解方案。這是商場方面的解釋。說實話，這個利和公司經營戶嚴鵬死者和商場之間，他一解釋，我基本上已經得出一個適應的，至少是一個脈絡。所以我談談我的看法。咱們雖然不是經營戶，在這裡面貓膩沒那麼清楚。我剛才說了，我在賽格我還吃過飯，我進去逛過，那應該在疫情之前，但是裡面人還挺多的。首先啊，我們要說一說西安这個地方它的生態。西安是西北的中心，這個沒錯，這是歷史原因形成的，大家都知道。但是西安說實話，民風經營這些東西，那跟長三角、珠三角那是反正還有很大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語。那也僅僅比東北稍微好那麼一點點，也就是它整個的經營環境、營商環境。我想這我不是在黑西安，有很多在西安的網友粉絲可以自己看一看。如果你全國到處走，西安的營商環境還是比較差的。我記得以前西安的口號是什麼？是要趕上鄭州啊，不是趕上成都，超過鄭州。現在估計早就被成都拉下了，鄭州也很難趕上。你看看西安，別的不說，西安這歷任書記一把手是吧，在那兒都反正不是登縫紉機，就是被反正弄走了。曾經有一個書記叫什麼？我看是浙江調過去的，叫什麼名忘了，姓王。還有一個最大的事情，我们只說大概媒體報道的，咱也不說小道消息。媒體報道的秦嶺大案，央視長篇累牘的這個報道秦嶺大案，你想一想吧，那地方一般人能搞得動嗎？要發7個指示，連着發7道聖旨，才能把秦嶺那些違規別墅給拆了。你就知道西安的地方水有多深，這就是那個地方的營商環境。我在那兒待了3年，我是深有這個體會。西安的政法系統可以說有冤無處伸。所以說大家看一看這就知道了當地的是什麼一個生態，什麼一個環境。再說到具體賽格廣場這個地方，從它第一天建造，它就充滿了各種流言蜚語。因為當那個地塊最早的時候應該是長安大學一個什麼科研中心，本來是長安大學的科研中心，結果後面七整八整的整成一個廣場出來了。而且這個廣場它的比規劃還多建了3層，很多人舉報沒有用。舉報了沒有用啊，那多蓋3層就多蓋了3層，你就知道這背後。而且賽格廣場這個事情，它原來的原始股東之間還一場商戰，也就是扮演類似於黑吃黑，我們打個引號叫黑吃黑，也就是那你知道，就具體的賽格廣場的水也很深。網上有人爆料，但這個料大家也就聽一聽就好了。但是我是在這個不全部否定，因為咱們是經歷過的。這網上有人爆料說，小寨賽格購物中心的實際老板趙貴，就是死者嚴鵬所說的這趙貴董事長，就這個趙貴，那妥妥的姓趙，真的姓趙，在西安是炙手可熱。
在此事件中，其瘋狂程度都令其下屬摇頭。說的什麼事？說的是这個一個商場剛開始建的時候，肯定沒人，他租金就便宜，他是為了先吸引優質商戶來，有優質商戶再帶動客流，那客流來了之後，等人氣上來，他再涨租金。商场一般都這麼玩，這能理解。所以說，他剛開始引流來了很多商戶，簽的都是5年的，那租金很便宜。人家跑來的租金便宜，是因為你這沒客流，所以便宜。但是人家相信，好，在這兒等到你這個商场捂熱了，趙貴他就要人家加租金。人家說5年合同還沒到呢，為什麼要加？要加也是續的時候再加，是不是？趙貴不願意，讓他馬上就加，不加就把他趕走，讓他在這兒經營不下去，就這麼個事。其內部不滿員工私下透露說，此次對上水府陽關川菜，也你看这個餐館，商家叫上水府陽關川菜，實施打砸搶，是趙貴、劉月文，也就是這些肯定是實際經營者，就股東做給所有商戶看的。猶如小寨商圈現在已經成熟，客流巨大，想立即大幅提高房租，但受制於這些開業就進入又簽了5年合同的商戶，必須把他們挨個趕走。但是沒想到做得如此過火。2015年6月20日，上水府陽關川菜女店主曾透過律師微博向西安市市長董軍發求救信，未獲回應。趙貴聽後哈哈大笑，對其下屬們說別說一個小小的西安市長，就是省長、省委書記，我趙貴搞定就是一個電話，分分鐘的事情。這是2015年，11年前，的確沒有趙貴搞不定的事情。他把原本教育用途的長安大學科技綜合樓搞成商業用途的賽格國際購物中心，他能在樓頂上連續加蓋3層空中停車場，但隨後也能風平浪靜。而去年暴力驅趕福建商戶更是得心應手。那是2014年驅趕福建商戶，現在你讓他驅趕福建商戶，他敢嗎？福建商戶他都不敢，你不知道他背後是誰，水有多深。這足見趙貴在西安地區搞定相關政府部門的能量之大。所以說大家再想象一下這個秦嶺大案，你就知道西安的水有多深。所以说這個我不得不信，這是第一個方面，就是西安的營商環境，那就是讓死者嚴鵬這個商場經營戶基本上一條路就被堵死了，就通過官方，通過司法，你胳膊擰不過大腿，罰了就罰了，他一口氣咽不下。這是第一個事情。第二個事情，我認為這是當下經濟的一個寫照，尤其實體店、實體商場都難，大家已經過不下去了，尤其是口罩往後一天比一天難。這個慘劇表面上看好像是那1100萬的罰款，但實際上不是，那1100萬的罰款只是一個導火索，只是一個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根據賽格官方的說法，還有我的判斷，那我認為我是認可赛格官方說法什麼，就是這個死者嚴鵬，他的利和公司你也知道，這種公司一般的他在各大商场都有自己的店，在赛格有，那在西安什麼？西安很多商场，反正我也不喜歡逛商場，不太記得。比如說萬达，这西安应该有個萬達萬，西安最牛的商場還是什麼？反正也有其他的這種商場，名氣非常不錯的。這個利和在其他商場也有店。你想想，不要說賽格怎麼樣，當下這個實體經濟、實體店，就大家腦補一下就知道了，那肯定是褲衩子都賠掉了。如果不是褲衩子都賠掉了，王老闆能那麼焦慮嗎？王老闆手上有500多個萬達。如果萬達賺錢，那萬達經營的不錯，對商戶也不錯，對不對？你不能說商戶活不下去，商場能賺錢，這個也說不過去，對不對？也不可持續，也就是它是個生態，商戶賺錢，商場就能賺錢，商場賺錢，商戶也跟着後面，那只是賺多賺少，就大家分配的問題。這個生態它是個正向的。好，那就是萬達它是賺錢的，萬達只要賺錢，那王老闆他不至於現在這麼慘，萬達500多家賣都賣不掉。他們拿人跟人頂賬，所以通過這個就知道還有一個線下經濟慘成什麼樣，大家心裡都有數。所以說，尤其是現在運動品牌，你說誰現在還去買品牌？10塊20塊的買的都一樣，你誰跑到商場去買，本來就貴，那品牌動不動100、200、300的，對不對？300、400的，你說你這抖音上面隨便20塊錢，或者是京東上面，或者是什麼天貓上面、拼多多
很便宜，你知道嗎？一個正品的阿迪的鞋，那這次的200塊就是最差尾貨。但是你要說你要在拼多多上，反正他們是一樣的鞋，都是一個地方代工的，人家賣60、40，完了這個你不滿意還可以退貨。那你說實體的這些運動品牌，那根本就幹不下去啊！大家還記得這個鸿星爾克嗎？是吧？那當年靠愛國立的人設，搞了一波流量，那火的時候连商场裡面那個模特，那塑料模特身上的衣服都被人扒下去了。現在呢，所以說当下这實體經濟，尤其商場，尤其這些經營戶，這個才是最大的打擊，一天比一天難。嚴鵬這個人，根據網上網友所說，他對自己的員工還非常不錯的，死據說都不欠員工錢，借錢發工資，7月1號走的，6月份的錢給員工發了，說明他的利和公司經營已經是在破產的邊緣，搞不下去了。的借錢发工資啊，這就是實體店的情況。我們假設一下，沒有4年前的1100萬的罰款，他一樣的搞不下去。這就是一個商場經營戶之死。那具體到他這個運動品牌，那他細分這個品類，估計現在壓力更大，下降的更厲害。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小寨這兒也不賺錢？我告訴你啊，這些商場就是這樣的，你的流水不行，你的人流不行，也帶不來流量，你業績也不行。商場也會受損傷，商場就會讓你走。商場的合作一般這樣的，租金我了解一點點，不是太多。這有的時候它是租金制，是吧？你一個月給我8萬的房租，你自己愛怎麼賣怎麼賣，跟我沒關係，你單獨收銀，這是一種搞法。就是你收銀你自己管自己流水，管自己收银。你每個月給商場交8萬的房租，就是交一個固定的房租。還有一種模式是什麼？還有一種模式是你給商場交個非常低的房租，租金就是水電管理費，反正一個比较低的，你的營業額抽成。你的營業額10%、20%給商場，但是你的租金交得很低，這樣相當於商場也承擔風險，對不對？萬一你在這兒，你一個月就賣1萬塊錢，你給商場才交1000塊，商場就虧大了，你知道吧？所以這是一種合作模式。當然還有其他的合作模式，像這種免租金或者不交租金或者交的少租金的，那你的營業額、你的流水就被商场控制。你所有的用戶、消費者買了東西交錢要去總台要去哪兒去交費，對不對？你店裡不能收銀，所以各種模式，我不知道他這個利和公司嚴鵬跟那個小寨是哪種模式，我不太清楚。我估計是交那種租金比較低或者不交租金，按流水抽成，比如抽成24%，一般的都這樣。那如果這樣，你這個運動品牌不行了，那人家就要換，商場就得把你请走，對吧？合同一到期，不好意思，不合作了，因為你帶不來流量。完了，把這4個店都給你一個月賣不了多少錢。現在商場經營壓力更大，所以說這個估計是讓利和公司要撤，所以他們後面5月份嚴鵬就已經準備高墜了，在那兒，因為他這個時候讓他撤，他不更沒錢嗎？對不對？他不更沒希望了嗎？本來他只是在這個小寨賽格這兒有點流水，好歹有點錢，他就補貼別的地方，是吧？他的公司勉強還能運轉，或者是還有希望，這大概這意思嘛。因為賽格它的流水，它的業績比其他商場還好點，其他商場更慘。所以我在網上看利和公司6月30號在賽格裡面的很多店鋪就到期了，讓他撤走，新的店都已經進來了。7月2號，我看網上有網友說的，新的店已經進來了。不管什麼原因，說明嚴鵬利和公司搞了幾十年，他在做運動品牌代理，搞了10幾年、20年。最後以這麼悲慘的方式結束自己生命，說明什麼呢？曾經火過。這個利和公司啊，就嚴鵬這公司每年流水上億的，它不是個小公司，能在賽格有4家5家店，你以為它是小公司嗎？不是。曾經火的時候4、5家店，能給他4、5家店，說明他經營的不錯。因為他經營的不錯，賽格才会再給你一家店，因為你能帶來收入，才會給你签，說明他幹的不錯，曾經火過。那現在幹不下去了。這個也像极了我們很多人曾經火過，但是後面隨着經濟形勢變化，隨着就業難，慢慢的，當然比嚴鵬稍微好點，沒有高墜，嚴鵬是走投無路了。所以說那1100萬的罰款只是個導火索，那個導火索是埋下了。所以說我們再假設一下，他這個年營業額都上億，多的時候恐怕這幾個億都有，1000萬對他來說不是事。他火的時候一年真的可不止1000萬。所以如果現在經濟環境好，正常這1000萬就不是事，1000萬都已經交過了，只能說這個經濟大環境已經說明了。這樣，如果這個1000萬的罰款不是主要原因，那就說明有多少人像嚴鵬這樣的，實際上他就站在欄杆邊上，有多少人？
我刚才說的，你看首富王老板，實際上他早期他不是欄杆邊上，他站在懸崖邊上。那個許老板首富是不是這個邏輯？你說有多少人站在欄杆邊上？現在只是嚴鵬他扛不住跳下來了。有多少人等着跳？前面賺的錢現在全部賠進去，苦苦支撐。就在這個時候，賽格廣場給他下了通知，提前1個月或者2個月，說不續約了，你就到期搬走，這個地方空出來給別的人。這個才是他最後一根稻草，一點希望都沒有了。的傷疤，舊傷不足以讓他高墜走絕路，而且他早就付完了。所以我覺得是當下的經濟環境逼得他走投无路。那最後要說的就是抑鬱症。確實他肯定是抑鬱症，我想不是抑鬱症，他應該不至於走絕路，所以抑鬱症還是要重視。那麼這1100萬的罰款壓在他的心頭啊，他想不開，實際上這個就是加重了他的病情，或者就誘發了他本來的抑鬱症症狀不明顯，是吧？實際上他已經有了，只是自己不覺得。這個1000萬一壓，抑鬱症的症狀就更明顯了，但是這也不足以讓他就跳，所以讓他跳的是因為撤店。是因為他這些撤店就像碼農失業嘛，不一個道理嗎？碼農失業完了，這個21年還買的房，按揭貸款要還，老婆在家帶孩子，碼農失業了，你說他咋弄？好不容易找了個网约車司機幹，結果网约車被人沒收了，或者是不讓他幹，那最後他想不開，他就吧唧一下，是不是這個道理啊？所以這就是一個商場經營戶之死。我們拋開這個趙貴這個人，拋開賽格，實際上有多少像嚴鵬這樣的人？實際上他就是當下咱們的社會一個縮影，是當下我們經濟的一個表現。你表面上看還好，賽格你去逛，你感覺還可以，但實際上是那經營戶都像嚴鵬一樣，隨時有可能從欄杆上翻下來，但是你看不到，他翻下來你才看到，這就是現在這個現狀。在這裡我想勸很多人做生意的，因為咱們都是過來人，知道什麼時候關門，千萬不要拖。嚴鵬這樣的人，利和公司曾經賺過很多錢，賺了錢之後他就開新店，甚至他可能還做了別的，這個錢去搞房地產，投別的肯定有，雖然沒人報道，但是我推測，因為他這麼年肯定是賺了錢，那錢幹什麼？西安放高利貸的多，他很有可能又去擴充自己的業務，各個商場就擴大，攤子鋪得越大，對吧？你就越慘。如果疫情開放以後一看不行了，趕緊就收，能砍的店全砍掉，不賺錢的收縮，最後不幹了。尤其是恒大一暴雷，應該看到這個是在往下走，實體經濟不行，就不要再一意孤行，在对抗，是吧？還夢想着實體經濟還會復甦，他就不信邪。如果說疫情結束是一次機會，因為2022年疫情結束的時候，很多人認為23年、24年不要報復嘛。23年叫報復性消費，結果報復沒來，那就是出問題了，對不對？那就趕緊收縮，這時候或許還有救，是不是？恒大一暴雷，這也是機會，但是很可惜，為什麼？這叫路徑依賴，他的認知決定了他要擴張，接着幹，他不願意說一刀砍下去，我不要了，我保住前幾年的勝利果實，大部分人做不到。恒大一暴雷，我就建議很多供應商，你做房地產相關的供應商全部不幹了，除非现款现貨我就幹，现款现貨我不賺錢我也幹，我保持流水，我養一些工人可以，但是你只要是有賬期的我馬上不幹，你給我你利潤20%我也不幹了。很多人他說你不懂，很多人說你不懂業務，這下好了，你懂了，全是应收賬款，你去要去哭去，你跟恒大要去，你跟什麼融創、碧桂園，你看能不能结得回來？所以認知決定命運了，但很多人做不到，說一刀砍下去，馬上收攤，會收攤才是真正的高手，會保住勝利果實才是真正的高手。所以隨着經濟往下走，隨着經濟失速，隨着經濟失溫，嚴鵬這樣的人越來越多，曾經輝煌過，但是以這麼慘烈的方式結束，大環境不好。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